你们看到这个盲目追捧中共并与其主子保持一致的汉小丑，在土耳其大地震前几天上了社交媒体做了个秀，演了什么戏呢？为了洗白他的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罪行，引用了中土两国外长在2月初的通话，用隐瞒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东突厥斯坦未能成行的真正原因的谎话，指责了土耳其。他还自作聪明，提出了关于土耳其选举和土耳其人的血统的荒谬和可笑的论点，又傲慢的和愚蠢的试图用其政府可能支持库尔德人的威胁来恐吓土耳其。因地震的悲伤，今天我才有机会播测它。我先解释一下他所隐瞒的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东突厥斯坦未能成行的真正原因。土耳其的立场很明确，他要到东突厥斯坦去看事实，而不是像其他出卖给中共而成了他的宣传工具的外国卑贱人一样看骗人的台戏回来。因知道自己有罪的中共不接受这个条件，访问尚未能成行。世人不是目睹了那些欠中共贷款债的穷国和为金钱出卖良心甚至信仰的伊斯兰组织代表和个人，以及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也以中共不是调查而是优化访问的条件去了东突厥斯坦，未能接触任何人，只看戏回来的真实吗？即使如此，中共仍然通过否认事实为自己辩解，再次暴露了其无法反驳就扮演被害者的无耻之举。我们看到中共从建立和执政的100年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因靠谎言和欺骗来掌权而失去了信任。但是这些蠢货们无视或不愿意学会，一切事都会终止。失去的信任是不可能重获的真理，而继续着其徒劳的企图。因此不管他们怎么挣扎，除了自己的愚民，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从中共成千上万个撒谎例子中，只举最近的几个就足够证明其卑鄙性。一，众所周知，中共在1998年将一家澳门旅游公司当幌子，从乌克兰购买了瓦良格号航空母舰。为了让该舰顺利通过土耳其海峡，对土耳其政府承诺不用于军事目的，为旅游目的而将其改装成游艇。却在2021年，他将这艘舰命名为辽宁号后，作为现役航母使用。这还不够，一有机会就表示不会忘记在该舰通过海峡期间，土耳其政府给自己添的麻烦和造成的经济损失。二，全世界都见证了，不仅在3年前，他靠隐瞒武汉病毒的传染性传播到了世界，也隐瞒1年以来自己无法控制的在国内传播的病毒变种的传染性和死亡人数，打开了国门，继续向世界传播他的病毒。三，我们也看到，他以称霸世界为目标，在多国设立孔子学院和警察局之外，这几天出现的间谍气球的阴谋诡计的最新列证，侵犯他人领空还嚣张抗议击落气球的美国。不难想象，能对美国这样做的中共，对待其他国家的无耻无赖、傲慢无礼和粗鲁性达到了什么地步？四，我们不仅看到土耳其地震早期中共的几个特工到了灾区，把台湾救援队介绍为自己的，蒙骗了民众，也目睹了这个协议帮为了通过用金钱收买当地民众来针对埃尔多安政府搞反宣传的干涉土耳其选举的丑陋的仕途。我们也见证了几天后到来的中国舰队和比他们先来的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他们的香港队一起到灾区的前24小时
忙着为自己打帐篷，然后超过了底线，做了一个任何国家救援队没做的令人惊奇和厌恶的动作，在一个被地震倒塌的一个大楼面前插上了自己的国旗，并像在中国一样唱着国歌举行了升旗仪式，而且他们把土耳其国旗插在自己的国旗下面，暗示我们是最伟大的，很快的将来土耳其是我们的协议意图。他们还跑到别人救出来的人旁边拍照，宣传自己救了他们。这还不够，看到一些中共官员毫不犹豫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和自己毫无关系的离地震地区相当远的桥梁和发电站是因自己建造，所以没有受地震影响的宣传呢。好了，让我回到反驳中国小丑的主张吧。既然中共声称在对东土问题上遭到诽谤和抹黑，那么为什么当被追问时以干涉内政为理由，不敞开大门让国际调查团不受禁止和限制地考察东突厥斯坦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东突厥斯坦所做的所为是21世纪最残忍的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罪，所以不允许外国团体就地考察。如同全世界，他也知道这种行为就是明显的认罪。流氓毕竟要耍流氓啊，对不对？对该小丑声称土耳其因选举而巧妙使用东突厥斯坦牌的说法，只用一句话就足以回答：一旦土耳其拿出东突厥斯坦牌，能容易的让你们跪下。你们以为土耳其不知道，由于其地域政治地位，你们的一带一路向西伸延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因而比起土耳其需要你们更需要他的真情吗？这小丑的另一个可笑的推理是，根据一项基因测试得出的结论，土耳其人的大部分人是希腊血统，所以土耳其无权当突厥世界的领导者了。即使这个测试是正确的，一个理智的人也会看到那些 DNA 是希腊人的人，就像少数土耳其血统的人一样，认自己为突厥人并以此为荣。聪明的人也会赞同名为土耳其并在各方面都领先于其他突厥国家，他理所当然的能当突厥世界的领导者。突厥民族的伟大不就是从这里能领会到吗？至于中共为了威胁土耳其而摆出支持库尔德人的这张牌的问题，让我提醒他们，土耳其知道并关注着他一向支持恐怖组织 PKK 并与其合作的丑恶行动。我只举3个例子：一，自1959年发生基日库克起义以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支持库尔德人。2，中共为在土耳其南部边境建立库尔德国家，一直给他们提供着秘密支持和财政援助。3， 2014年中共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首府阿尔比尔开设的总领事馆。中共把未取得任何成功的一项的 PKK 支持犹如新鲜事一样提出来威胁土耳其，是多么可笑的行为啊！通过这个小丑，我也警告中共，不要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把北约最强军事力量的土耳其的战术困境转为对你们有利，从而狂妄地展示丑恶的威胁来逼迫该国的耐心，否则吃亏的会是你们自己。最后警告，用政府作为包装的黑社会恐怖组织流氓集团的中共，不要用迄今为止为统治世界目标而大撒钱，导致国库空虚。由于你们
为难的许多法律和决定而陆续测出的外资结果，失业率激增而以枯竭的经济来欺骗世界。你们导致的经济跌入谷底的今天，通过滥印钞和勒索人民的钱来扩大信贷，就是像60年代中国大干旱时期，毛泽东为了显示实力，不过几千万人民饿死而给苏联提供粮食的骗局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经济强国。你们继续对内的恐怖统治和国外的，包括如今的俄乌战争中故意支持俄国，企图引发世界战争在内的流氓行为，不仅导致经济崩溃和自己民众的怒火奋发而引起的内部动荡，也导致世界各国觉醒，意识到消灭你们是正义的必要。你们也是在忧心忡忡的关注着以西方为主的许多国家为了彻底消灭你们而开始联合行动的事态发展。劝告你们，在末日临近之际，停止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还维吾尔人国土。如果你们不愿灭亡，宁可同归于尽，我们也乐意，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除了愿当奴隶而把荣誉和尊严丢在你们脚下的少数败类和可耻的汉奸，维吾尔人宁可死，也不愿在国土被你们侵占，人身权被你们践踏的羞辱和悲惨中生存。为独立而奋斗的海外维吾尔人的口号是：要么独立，要么死亡。